Example 4 10秒睇題目，畫返個長方形。好，首先40% 講嘅係 below 50歲啊，咁啊，所以 below 50歲呢度咧就係佔咗40%。另外呢度有個字120個 patients 係 age 50 or above。嗱，注意佢講緊嘅係大過或者等於50歲，即係話咧今次咧唔係講緊呢40%，係120，反而咧係去另一橛人，即係話大過或等於50歲嘅人。呢個人口咧應該係60% 啦，而呢60% 嘅人數應該就係120個。OK， 好。題目想問咧就係問有幾多個 patients， 即係都係想問翻你個 total 嘅啫。從部分求全部用嘅係除法，冇錯。咁所以又係寫題解啦。Number of patients 等於120除60%，200。